湖啊，攞出去外邊啊，有勁進輝煌等入邊喎，紅帽尾二係米奇暫時墊後，仍然係光年魅力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咧，咁啊見到就係武林密碼，中間有飛鷹翱翔啦，咁啊再見到外邊啊，勁進輝煌追大外檔上嚟好勁啊，光年魅力啊，再攝入邊咗個米奇啊，最後200米啦，外邊嗰隻光年魅力有大步又大隻冚咗上嚟啊，中間有勁進輝煌數入去嘅馬，仲有武林密碼內蘭潮州精神啊，接近終點光年魅力外邊冚上嚟興盛啊，跑第2名武林密碼，第3名勁進輝煌，第4名係潮州精神啊。結果呢隻光年魅力早段都少少脫節喺個包尾嘅位置，轉彎掟出去大外檔，逢馬過馬輕鬆贏出呢場賽事，亦都為馬主獲得咗150萬嘅特別獎金啊！第2名武林密碼冇散㗎，外邊勁進輝煌第3，潮州精神跑第4。恭喜晒光年魅力上到嚟2班，在下一成贏馬都好輕鬆嘅姿態啊！後上1球咁就冚晒，贏馬呢個特別獎金，武林密碼擺前走喎，翻嚟第2，勁進輝煌第3，潮州精神第4。